到了没有啊？哎呀，到了到了。翠英，我们回去吧。哎呀，不要怕，累了。我怕弄错，不会弄错。资料上面不是清清楚楚的写着“行美人中行美是马”。哎呀，啥得老夫人知道？哎呀，你放心，老夫人不会到这里来的。走，小心你看，我要见你们家园子，她是老夫少夫人。没有做行律师，他们哪能为我而来？他们为什么要苦苦吞噬我的往事？边公子，罗夫少夫人来访。什么？罗夫少夫人来访。啊！一牺牲尽大力神，天涯飞离梅花人，三心眼泪永不分。皇牛。不怕天。
我们终于收获了。是啊，我们终于断绝了。不，我们还不能算断绝。为什么？请。因为你是龙天郎的妻子。对，我是龙天郎的妻子，但我与龙天王把一心只有一个孩子。什么？我们为孩子？那你？我那是三个媳妇伤心气死，况你是惊弓之鸟，凌乱于你，我又怎能宁死？哎呦，你可是我们的孩子现在何处？不知道，不知道。怀娘，这么多年，你是怎么过来的？怀娘，你为什么要这种到心里用，苦苦吞说我的往事？怀娘，好怀娘，你为天母受了这么多的苦。你为天母计算东方断子，天母，事已过去，何必再提？比我死也死儿。此心已逝，离开我时，小小伤意，尚未睁开，因为我无心珍惜往日的心爱。自己你快去寻找村民，就能找到我们的孩子。有因夫妻重相会，情因铁梦约会，妻子儿女多不上，不若从军是怎样的？哎呦，你放心。哪怕是最偏天涯海角，哪怕是大海捞针，我也要找回我们的孩子。哎呦，拜托了！那你呢？还有此生无奢望，我已经是身不由己之身了。难道你不愿与我同居？
不能再忍着我的妻子与一个她不爱的人同上共枕。我们不能再生离别之苦里，还有公子，请领壶。我要请你们原子。对不起，今天主人不为看。我得来拜为啥来高兴？要先决明话，因何不见？请公子改日再来，我家主人正在接待贵客。您是中何来贵子？主人吩咐，任何人不准进去。此愿乃深渊之意，也能厚此不必。今天我非进不可。公子，原来是公子光临，语不愿意，是在。我被拒之门外，还谈什么原因？下等父子把公子见了。倒是天啦，要请小姐见谅了。今天我定要见一见府上的这位贵客。好，公子请。请。原来贵客是你。兄长，这位贵客不向我介绍吧？你怎会到此？我真想问你怎会到此？天啊！既然我得到年金子，烧香拜佛，祭奠母亲。我在寺中已照顾等不及2月，再三要他来定内院，彼此三亡。陆公子，因为了塞下杀来，贪慕一休，这样。聚散对中先是阳，风上万年更深前来让我好端正，杀破飘逸。
你到底是谁？啥雷？你是从金人来的，正是。你我高日龙在金人境上，我兄妹来到江伦，也是为了发准家人。你是金人居上高日龙之子，正是。那你以前可曾是我家少夫人啊？少夫人乃名门望重，啥来呢？一介长姑，真为神圣。你不讲经上之神哦？那你看我讲什么神？少丁青吗？你到底是谁？啥雷？哼！夫人，你何时大事？这有公子相个不决。今宁氏平话，因我将我拒之门外。少夫人何等珍贵之人，怎能让贤子人等当道？他不是哑巴，不许你逮到。你太不讲理了。实是兄妹神迹，不仅让我百度好事，还让我挑选真章实话，敬着我家老夫人。啊，请问夫人，你挑选的实话呢？小弟，在这里。哦，请念读。我们回府去吧。还有，我看你有些心人不定怎么？你可哭了？不，我没有哭。你可不会告诉我是灰沙迷眼啊？这，你可是从来都不会是皇帝呀。老公子，少夫人是你妻子，你怎能像正犯人一样强硬地攻你？我与我的妻子讲话，我老小妾非人。少夫人是我从宁营日再三邀请到训梅园，你看岂非一幕？我拟他什么？天哪！天哪，我们回府去吧。陆公子，你不仅以少夫人，而且还以他。那你们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怕我生你呢？老公子，我看你不要再胡思乱想，庸人自扰了。我要请少夫人也得为娘母她一句，儿子需儿死于上门，请他赐教心腹，离家不离俗。你们真是……你不信，
我们要结一对牛白，乃是地亲媳妇。朋友，不要怪我，不是我多疑，还是我怕。天哪！不要这样，这妹儿使我片刻难过。我们回去吧。告辞。哎呀，想我一声冷话。现在你何必如此？我啥不如此，真的蒙过老天了。他可知你何日之事，岂非引来他天大过？为了我和你的温润模样，太难为你了。愚兄我，于是不是人啊。这样的人夫妻能团圆，且官人是此复原复回。青梅，这是我的过今天，我不顾面子。青梅，还有真人是对老天啊，8年的真我。老天啊，是爱还的。你怎么知道？爱与恨，怎会看不出来？不，我相信还有，绝不会有一丝一毫的改变。母亲，母亲，母亲，天哪，何是这样匆忙？母亲，母亲，你是不是不舒服？脸色因我时时苍。没什么，大概是累了。一定是为亲人之事，母亲劳累了。母亲，母亲，来，天朗给你倒一杯浓浓的热茶，喝了就解乏了。母亲，天朗，难为你还记得我，喜欢喝浓浓的热茶。母亲，我还不至于连母亲的痛痒都不关心。母亲爱喝浓茶的习惯我是有面子。母亲，你还记得吗？小的时候我常常给你送浓茶的。可你现在已经长大成人，把母亲
已经淡忘了。没有孩子，哪能相信了？母亲。还有你母亲，我真是有心之人，以前做不成，今天特地去信美院写了一幅名画，为母亲亲手。特地去信美院为我写画。是众多名画中就选中一幅。母亲，你看这是幅青莲图。是朋友，为什么要写这幅画？我有神，你的母亲并情有些之人，看与病相配。母亲，你回去吧，我要醒一醒。母亲，怎么了？走吧。青莲渡。兄长，你要为儿女设想，为失去的儿子设想，万万不能鲁莽言辞。孩子一定要找，可我真关心，有还有近来之差，恰一若天上神迹。我已派人告知弟弟，尽可回来帮助。有在外经商，远虽救不了净土这件事恐怕你父也是力不从心我又不是杀来绝非八禁能手。去请曾公公。去请曾公公？不，我发不了。当你四处捉拿，查在我与朋友的市场，将我押送边关的也是他。此一事彼一事，当年他位高权重，又破译光阴，此今他大军忙碌，孤苦一人，他怎会不念儿女千金？不，我不去。这把你非身之苦，我永世难忘。兄长，兄长，你放了，这披风为你挡去多少风霜年华，这几年你不杀得丢了他，说明你对曾国公还有坚韧之心的，是吗？你不要恨他，要恨心恨我吧。谁来杀来？我是该去困困他。
老爷，老爷，禀老爷，有客就见。什么？有客就见？是啊。我现在还有什么人要见我？老爷，你看，你看。实来高兴，素不相识，不见也罢。哎呀，老爷，他们是为了和你小弟而来呀，我是非进不可。哦，你这什么？哦，又出了什么事了？老奴不知，由老奴去问一下。不用了，去问一趟。我不知汉有是谁，不进。国公爷，国公爷，国公爷，天哪！原来是你！是天魔，没有遵守当年的诺言，未来看你犀利。天魔，你玩我啥啊？不，你还回来做什么？啊，这里甚至像有天幕的地方。公公，不，我不想见你。公公，今日纵然将我五马分尸，我也要回来团王公公祭奠夫人。我已年迈，他有恩罪，你不用脱发，也无需祭奠。夫人啊，夫人，你一生所料，恰是与死人悲忧，是天魔祸忧，不幸我。你的天下有知，请宽恕我们吧，夫人。不要再说了。昔日的恩怨哟，别不用再提了。公公爷，昔日恩怨可以不提，可今日之难必须记呀。你是何人？我是他的妹妹高兴，也是为了婉儿而来。汉女已嫁入夫半夜，不用再提她，也不用惊扰她的平静了。不，婉儿并不平静。
就妻离子散，历经沧桑，你可以怨我恨我，可是我呢？一个杀死将军，一个孤独老人，我去管谁？我去恨谁呀？你们困呐！我大佛的人是病，给我流放千里，其人是破风欢雨铁将军，是今日门里门落无人分。情人应当花草黄昏，静听鸟虫鸣。难道我不也明镜天人喽？难道我只有亡命负亲情？有谁见我心中苦？你我朋友此生之间我第一次竟是天魔，是离了。两三四五，娘，你说过想睡睡不着就数星星，数着数着就能睡去。可是我数了许久，越数越想你，娘。爷爷，小时为母就跟我们许多事，可是一场大火把我们的家烧了。娘，你说，丽丽，娘，丽丽，娘。
不是说过没有亲人吗？莲莲，你要记住，爱你的人一定会爱你。莲莲，当谁受了，谁家去吧。我睡不上啊！哎呀，你哭啦！哎呀，怎么这么你生病了？我想你啊，莲莲。是谁教你的？是
是我娘教我的。我要去告诉天龙，孩子就在我的身边。对吧？少夫人，你到哪里去？到宁定寺烧香。哦，前几天不是去烧过香了？今天去玩园。玩的什么园？这老夫人不在面面，请你家小弟自己回答。这老夫人不在面面。你是去宁定寺，还是去新梅园？去烧香。去新梅园做什么？你上次不是烧香也烧到了新梅园吗？上次是高小姐神经难洽。神经难洽，还是专门为我而去？对，是专为老夫人而去。不，是专为老夫人的亲连度而去。你是知道我喜欢亲连度。亲连度出水里送给老夫人一人，送养老夫人之祭草。那真是难为你了。我在你心中是什么样的人？亲连度似乎一年里长生三次病，我一次挑成红尘三千里，去马山去到心里，自己在心里我情。
小弟，我们去吧。不，我们晚上回房去吧。小弟，怎么不去了？哎呀，不知国公驾到，有失远迎了。怎么不见你家老夫人、少夫人？你家公子可在？休来，休来。啊，老夫人，郑国公到。怎么？郑国公到了？现在何处？哦，在花厅等候。这。哎呀，国公爷久回了。老夫人。久回了，久回了。来，快听。听。冒昧登门惊扰。国公爷，不知今日缘哪而来？并无大事，只因老年纪了，思妻之情油然而生，方不及地也。言容了，不知此言何意？想亲近相遇，何用？得见王夫。苍天虽言有定人，国公居地，你还用一定能断缘的。是不能断缘，我宁可。你千万不要说不这样的话，其实是与天机。老夫人这边是。女儿。月亮风雨暂出的老夫，我也是赐予无奈呀。弟弟，都怪女儿不孝呀！女儿，弟弟，女儿，老爷。小弟，老爷，现在不是伤心的事，你快把想来的事告诉老爷吧。对，翠爷，你赶快把莲莲带来见见。哎，莲莲，谁是莲莲？弟弟，这是一言难尽啊。
就是烈烈。是的。我接老爷请安，看的。孩子，好，孩子，快起来，孩子。哦，我弄痛你了吧？老爷，不痛。好，孩子，不要叫我老爷，快叫我爷爷。轻声一点，老爷，小心一点，连连他什么也不知道。对，去，快带连连出去吧。连连，快走。这去，你先救孩子。救孩子？是啊，你就是啊，年老孤单，喜欢这孩子，要到今日做不完。老夫人天堂定做医院。那你呢？我不要管我，不我去何做？此计也难以决断。还有，难道你不想和天梦烈烈断缘？天哪，还不向你尤大人请安问好。请。韩勇，快去安排酒礼，为你接风洗尘。是。尤大人不远千里而来，真是令人喜称方怀呀！尚不是你尤大人的累意，你先别忙着喜出望外。并无其他来意，他来拜访天老。你是长辈，正是拜访二字，真是太见外了。不知尤大人有何寻思？是我有为龙父，怎管有什么虚子？国公爷，那贵天君没搞什么啥？还又要搞什么的？国公爷心里最清楚，我只能猜猜而已。这位父亲把谁
有回转门。当年你断了父女情，心在里孩儿来儿自不敬，亡命私婚妻儿媳，在心中与在所难。一往之莫再惧，亡羊补牢，刀斩乱麻两一分。想不到你真是为了插上鬼魂药而来，这是魂药的意思，还是你的意思？这是我的意思。你天哪！国公爷，看来你是又被儿来。亲儿，该怎样快刀斩乱麻？该怎样亡羊补牢？该怎样分离？请谢一字休书，休书对休书。哎呦，我宁杀老命，不杀亲的。尤大人，天哪，首先，国公爷，你讲下去。老夫人，还要到洛府把你敌人镇压，不想有战无畏为他，这休妻嘛也就顺理成章的了。鄙人深呀，鄙人深呀。看来国公爷已考虑周密了。确实如此，不能为了还友将洛府断了香火。还友，此乃两君自己。恳求我开一念。天啦，这休书你写不写？休书不，今生今世我绝不写休书。天哪，你听我说。弟弟，你为什么不听我说呢？我老大年纪，向你们背人，向你们哀求，难道你们不懂于衷吗？你在这里休书时，休怪我无礼礼。天哪，老夫人，你们骂我，我绝不忘口；打我，也绝不忘真。求你们放了还友吧。哼，哪有有并与其写休书之理？这天哪！你哪里还将叱咤风云的镇国将军，倒像个岂有我名的散兵败将？是经过一年半夫权之事，我只能公正救你们了。还有，为了你死去的娘，我也该说谁呀？国公爷，今日你必须休书，尽管事出有因。朋友，你告诉我，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呀？
太可怜了，太可怜了！我的女儿当真为老夫主压了。怀妞，公正不愿离开老夫。这是当年我天母发配边关，是死里逃生，今日实在失去怀妞女儿，我老天母只有死路，一定。怀妞，连丽，怀妞，连丽。小弟，小弟，小弟，天无绝人之路，你不要节外生体。去也。此事非同小可啊！老爷爷天母叫他们天的安排，天母不能露出身体，更不能说他连累是我们的女儿。你快去，你快去！哎呀，天你要说明理，劝他们万万不可意气用事。目的是他们不要我，也管不了。我明白了，是因为你还要告诉天母，雪儿是个好姑娘，这句他们在好好无恙。丽丽，你这是，你不要管我，你快去吧。姑爷，怀妞。怀妞，难道我们怀妞之心为天护之？怀妞，你告诉我，你母亲此番的来意究竟为了什么？母念之际，就若一生，追悔之心有若而生。弟弟之关对老夫与同心怀妞，一时情急，
在地修书之时。怎么是？地府是一时兴起，那你呢？我不会离你而去，不为离我而去。我相信。老夫人，少爷呢？少爷在老夫人房中，他说这个就来。我为他把心都操碎了，他心中这一火就叫他就来。是。少爷。母亲。天啊，郑国公必须修书，你作何打算？我恨他们必定是枉费心机。你不懂于衷，我却出言比你。看来郑国公是有备而来，不能等言死之。母亲不必妒忌，我也言道，他不母言孤行，越不行也。虽操之过急，却也是有可原你对他说言，还是深信不疑。母亲，你把自己说得尽，为什么说了自己你人？母亲啊，你将宽容，见你我愿真心万人心，你愿真心万人心，比他的是你心，你非亲民于前，还有他，还能不如三不看。还有日眼睛的清闲水，绝不为糊弄乱世哄骗人。母亲啊，以往事我不愿记，你在中上听见听，你真不与其残呀的莫非含泪翻天啊，不是我多疑，你想出门前得从出现了陈白药，做不错误的红药，以烧香为名特地赶去。把你冻在来往的郑国公突然登门救你休去，还有那个小李的，
天啊，好好想想。母亲发话来公子，不能进去啊！公子啊，不能进去啊！公子啊，是公子啊，不能进去啊！公子啊，公子啊，不能进去啊！公子啊，公子啊，不能进去啊！公子啊！你看，这位，你怎么到此？郑国公也在这里。我们是来评事赏花的。好，公子，请。陆公子，陆公子。请你万事是来意吧，我有什么来意？谁要真不知，是非寂寞鬼。请问张老板，也许你已经猜到，我就是陆天母，我被古龙元虚呢。什么？你就是陆天母，你就是让我有死去活来的陆天母，你就是让我求着发疯的陆天母。天哪，一天属下，请走，请走，走。陆公子，先喝口水，顶顶神。是啊，高小姐，你不是神流你的义兄，是父母做事的天生一对吗？我当初不这么说，你那丈夫可怜的王友，和我的义兄天梦吧。来，喝口水。骗子！
是公子，你不要生气，有我好生，你们都是骗子！天哪！你先走先，你知书达理，君子有圣人之美，有些事我不得不说了。你可知连连是谁吗？连连啊，她是我有婚约的女儿。什么？是你我婚约的私生女？好一个被婚离了的故事，你以为我会相信吗？天哪，这一切都是真的呀！我不要听。你们编造谎言，想让我审检你们，我不信。这确实是我们的过去。陆天梦，就算你编的故事写之是真，我也不会放过文勇。我要让你伤心，让你流泪，让你痛不欲生。告诉你，我就不会放弃文勇的。当初我是为了文勇而发配边关，今天我也是为了文勇而来到江路。哼！当初的千种过错，我愿一人承担。今日这就天狼少爷将心比心，深冤他。我得还有9剑之下的母亲，求你了。求你了，国公爷！当狼少中众人，王子的威风到哪里去了？可笑啊，是可悲呀！你们编造谎言，想让我审检你们，我不信。当初的千种过错，我愿一人承担。今日这就天狼少爷将心比心，深冤他。我得还有9剑之下的母亲，求你了。求你了，国公爷！当少中众人，王子的威风到哪里去了？可笑啊，是可悲呀！莲莲，好孩子，听话，跟秋叶哥哥去。少夫人，我哪都不去。不是我不要你，而是送你去京城。那个正宫爷爷
他太喜欢你了。少夫人，我不走，我不愿离开你。丽莲，快走吧，他们都等着你去吧。去吧，我不走。哎，老夫人。丽莲，丽莲，怎么了？老夫人，我不要去京城。为什么要送他去京城？啊，因为我弟弟喜欢他。丽丽是我们陆家收养的小丫鬟，就是要送人，也该问问主人吧。这件事天朗知道吗？啊，我是跟莲莲随便说说，听夫人不要。少夫人，你太聪明了。我问你，天朗怎么晚了回来？啊，天朗去了景梅园了。怎么？你怎么知道天朗去了景梅园？做父亲的最了解女儿，还有你并无忌惮。请问尤大人，你正是我夫妻闺房之事，你不要放量，还有动马断子之举。那么我与还有8年夫妻，两人相好，你又是我解释了？告诉你，讲话是结不了真故事的。你们欺人太甚！天哪，天哪！陆公子，陆公子，天哪，这配！这些，天哪！
天哪！哦，快来人！来人！来人！快来人！来了，老爷，老爷，快扶他进去！失血伤阳。唉，谁过啊？国公爷，这怎么办呢？先让他养伤，等你不为恩，再做计吧。这怕等不及呀。送我回去，你们送我回去。老公子，你这样真是委屈，也在这里养伤。啊！你们派人送我回去！啊！你们不要走，不要走啊！啊！哦！啊！啊！哦！哦！错。
恨一生，平时从不从容。少爷已经离归，你们知道吗？金府医生向我禀报，养了这批富有的奴才，少爷死于不查，必定不是问，还不快去请梅去找？是。兵夫人，国公爷到。在下上来，得来向老夫人问哦。上来啊，请坐。请。不知与我贵公。老夫人。金的毛来登古门，看见贵妇放心台。公子在话你不明，在理他与你情感。还有原是我的情，烈烈却是我情深。为朋友他的灵神经常常君美院中居夜里听，夜里听，夜里爱，谁在人家一传情，天地分我在你，本山月在北极，还有他熬得环东车过来，下来我就是一生做人意，还与那八岁女儿小姐恋，多亏罗布是怜你，老夫人查来查是你亲生，只是遭遇你辛苦在。
恳求老夫人神仙。此仙虽从滚人之身，这是天狼与火牛，是王太儿恩师的婚姻，这崎岖之塞，恐怕谁也担当不起吧。老夫人，此乃老朽一人过错，是王家将人下来，我宁愿一死。这是老夫人自备的人，世人皆知，恳求老夫人成就，老夫光仁待德，我死不法。天哪！我认为了他，也就谁来承接我的儿子？你杀！不困此事，万须从长纪念。老夫人，我已生你，望老夫人天狼你。他身体不慎，现在尚未醒没有。什么？身体不慎？问你吗？不，老夫人，他并无大碍，我有为家人照料，请老夫人放心。好啊，你们一老一少，竟会用谎言来欺骗我！我要去天了。老夫人，你无为了。是啊，刚才我已被你们言语疏通，想不到你们竟将天狼看在心里有。我见不到天狼，也就不放生。老夫人果真不放？不放。好，即使是令郎爷休想回来。对吧？你不是在威胁我吗？是啊，上来天了，我一定亲自前去念及君王。老夫人，弟弟，还有弟弟，你们怎能趁势下策？还有。好牛，你不必在此虚名假意，弟弟不能一错再错。一定让老夫将功补过吧。弟弟，你们3不方为天哪，我心愿多上一场。女儿啊，女儿。
生的婢女儿。你们万万不可伤害天郎，实在本应查处，我会向你们出名的。还有我救你们了。哎呀，唉，小弟，我不去，我不放心你一个人在这里。你哭什么？蕾蕾应该有个自己的家，那你呢？你就没有为自己想一想？大家都离开了你，你怎么过？只要他们妇女团圆，我就此生也无憾了。少夫人，蕾蕾，蕾蕾，你怎么来了？是老夫人叫我来陪陪你的。她说我明天就要离开你了，这是真的吗？是老夫人叫你来的。蕾蕾，你明天就可以见到你的弟弟了。你骗人，我弟早死了。不，你弟弟没死，他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回来见你了。见我？是啊。你跟着弟弟生公公爷爷、雪儿姑姑、秋叶姑姑在一起，他们疼你、爱你。那我也不要做很多很多的事了。女儿，你再也不是小丫鬟的了，你好好读书，快快长大。那你我为了做我的少夫人，我听别人说，你是我娘。不，你听错了，因为你太小，听不懂大人的话。你告诉我，你娘早就死了。那弟弟也是爱奶的神吗？是的，比我更爱奶。为什么在梦中还要流泪呀？连连
一苦心。
蕾蕾，快起来，饭上做好了呀！蕾蕾，蕾蕾，穿衣服了。哦，来穿新衣服了。穿新衣服过年了，怎么样啊？真好看，好不好看？真好看啊！还有一个裤子，快起来吧。来，真好看。来，好啊。一看怎么样？好看。蕾蕾，呀，真是个漂亮的小天津。翠叶，你赶快把它带走吧，小弟，不要难过，终于见面的日子。弟弟，你快上星星，你马上就唱你娘喜欢的那首歌，好吗？我娘能听见吗？那你能听见吗？弟弟，我们走吧。丽丽，来，上车吧。朋友，一起去吧，把铁笼救回来啊！那我们快走吧。小弟，上脚。好，快走吧。起脚。走吧。老公子，吃点吧。你的伤好些了吗？我的伤是不会好的，你们放我回去。换有啥子骗我，我就和他一起死。哎，这又何苦你？你纵然留下人，也能留下心啊！你说什么？你母亲通情达理，让怀念爷爷和我兄长团圆了。笑话！我母亲就不会这样子。滚开！阿姨回来了。好你不你可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就你不，还真是为难自己。有什么难处？他人马上就来了。你不，你先进去休息吧。好。好看的哟。弟儿啊，你回来了。回来了。弟，
你说的事，你可要听着讲一讲。好好好。大清王府的人都来了。大清王府？就是那个大清王府的陆夫人。陆夫人？正是他。爹，你怎么了？没什么，虽然你去吧。爹，去吧，去吧。难道真的是他？老夫在听。这里王妃听。哎呀，这是哪里呀？谁你进去吧。带着女儿团圆了，他们真的团圆了。母亲，你好糊涂啊！老夫在听。还带着女儿团圆了，他们真的团圆了。母亲，你好糊涂啊！难道真的是他？动为曲脚作为凭，怎能望风云得比将太分？怎能把尘埃几上伤得尽？怎能把你频频为谁哭？
怎么还不见天了？天哪！天哪！母亲，一夜之间，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没有什么。是谁？是谁？陆夫人，是我。杀雷，你杀光再动一动天了，我绝不饶你。母亲，他们是，你是用混药来还我的。母亲，你是知道我的，这法办不能啊！天哪！是母亲叫我来送莲莲的，我绝不会离开老夫。母亲，他确实是来送孩子的。莲莲，过来，你去吧。他是你的弟弟，去吧。丽丽，我可怜的女儿，去吧。真是我弟吗？去吧。你喜欢我吗？不讨厌我吗？不讨厌我吗？好孩子，你喜欢你，你倒是找你，我的好孩子。弟弟，你怎么才来找我呀？你是我娘，为什么不要我？我不是告诉过你，你娘已经死了。我不信，你骗我！丽丽，娘不是不要你，而是没有办法要你呀。夫人，我们还是回去吧。天哪，你还是让他们母女再话别几句吧。公子，公子，你是好心人，放了我娘吧。我借你开头，我借你开头，我借你开头。放了我娘吧，求求你。放了我娘吧，放了。走开！你老天啊！你竟然不是！你
这一切都是你故意温婉的，叫所有的人来骂我，来动这你。神出西人自欺骗你强日天衣富翁将我骗，寄送梦醒美缘与我别对我担烈士言。哎呦，官司不问官谁见，今天你不进之前，天地贵人出中间，一官恨将为年。就是心比巧遇天不知此暖阴心，是情是留有时间可眼里中曾是情。若天老女人遇到鸳鸯别，我女子腿上心间，你滚得还有多刀剑，我不胜去北京天。不管转身边，你把天狼到胸前。你们三个少年天狼，我是一个孩子，同归于尽。不能啊！你们千万不能！你们在我身上，那我先杀了我自己。哎呦，哎呦，是公没有生错的话，你就是还有。用死是化解不了这恨的。这么多年，说不清道不明的恩恩怨怨，难道是用死能消除的吗？难道你人心再宽大，学做春晚节吗？你是谁？我是春晚节的一句话。你是？
人间真是离别苦，哪有无端怨重逢？这苦太两泪人，同样情书同样梦，为什么至今仍在问等中？公子，老爷请你去一下。啊，28年了，我也在遵守对你父亲许下的永不为惊人的诺言。这次我为陈文杰，也确实不是为了你。那又为了谁？为了我的儿子三雷。雷儿，进来吧。老夫人，进来吧。啊。你为了儿子，而我是为了我的亲生儿子。我是母亲，我不能看他身上流血，心也在流血啊！三雷的心也在流血啊！可是雷儿也是个有血有肉的人啊！他是个弃婴，从小失去父母，真正的再失去妻儿啊！老夫人啊，啥来原是一起多梦去过你，一为莫为。公子回来了，快！好。老夫人，你快！这个虎的呀，是我母亲留下的笔印，真的。
天母，天母，天母！快，快，雪云，雪云！雪云，这是我们的亲生儿啊，我们的天母儿啊！啊，这是我们的亲生儿啊！儿啊，我心千金若为亲生子啊！我的儿，他就是你亲生啊！沧海啊平，我与他从小做娘亲妹，有才子得尽王府江下平，风雪之夜四道奔，上飞上去在城隍家门镇。无头啊，青满月，城隍唱着总兵兵，四娘把儿跳堂当，你我被抢为几人，我将人背本去兵官，相不到今日里，又见城隍飘雪行。父亲，儿啊！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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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他是你的母亲，也是他的母亲啊！恭喜，恭喜你们，一起都有。一起都用。天啦！天啦！儿啊！我母亲清白已死，我母亲有预备亲自的饮食心灵，我母亲是堂堂正正的德金王妃，德金王妃，德
亲王妃呀！天啊！德亲王妃，德亲王妃呀！天是啊！德亲王妃，德亲王妃呀！母亲，母亲，孩子把眼亮，是你对不起。你要自己，不要恨我。哦，不，母亲不一定，母亲。我该醉了，我醉了。母亲，母亲，灵灵，母亲。天哪，这不是你母亲所杀生的？饮食清理，饮食清理，饮食清理，饮食清理。天哪，你不能再恨了！天哪，你不要恨了！天哪，你不要恨了！饮食清理，小官三好见闻于心连，此心。
你不要与我生这些了我母亲连阳亲相依，举鞭高挂随国旗，街头领兵不传承，千里金瓜齐生啊！母亲两日都成身，4月儿嘴里呼唤心底动机，谁料到迎娶今年花会尽，我强日与死去的父亲同命运。快叫你母亲！快叫你母亲啊！母亲，母亲，母亲，你听，你的天母在呼唤你呀，母亲，母亲。母亲，母亲，你盼儿想啊，儿在把你虽是从梦自珍，今世却被自死啊！母亲，雪姨，雪姨，你不该死，你不该死啊！你我生意儿子发展，从梦自己，你真正离我而去呀！似水不相
天狼，黄牛，丽丽，是吧？哎呦！
哎呦！